波士頓諮詢公司發表2026年全球財富報告大重組報告，香港舊年跨境財富管理資產規模按年增長10.7%。同期瑞士增長7.6%，香港超越瑞士，成為全球跨境財管中心世一。舊年香港跨境財管規模為2.95萬億美元，高出瑞士嘅2.94萬億美元。有朋友喺群裏邊問：港區國安法實施之後，美國代言人俾香港起名世界金融中心為止。而家睇到香港成為全球第一跨境財管中心嘅消息，佢哋係咪會隨空頓足，後悔冇遠見？筆者認為回覆大致係兩個方向，一種回答係會嘅。摩根士丹利前亞洲區主席、耶魯大學高級研究員羅奇已經後悔啦。佢喺2024年2月喺英國《金融時報》撰文，直言：我好痛心地講，香港已玩完，與香港已死嘅觀點差唔多。羅奇咁講嘅其中一個觀點就係話，2019年修例風波引發社會動盪，其後中央實施港區國安法，削弱香港自治，呢種論調往往係基於呢啲人嘅主觀錯誤判斷。事實上，港區國安法對維護香港社會安全同穩定嘅成效有目共睹嘅。港區國安法嘅實施係香港國家安全嘅轉捩點，香港由亂變治，暴力威脅大幅減退，整體治安有所改善，市民生活回復正常，經濟民生得以重新出發。呢個亦都說明香港要持續宣傳推廣港區國安法，講述築牢一國安全底線，為確保兩制提供更加充分嘅空間，不斷邁向由治及興嘅故事。事實上，喺撰文約1年幾後，羅奇喺後續嘅觀察與研究中修正咗佢嘅玩完論。佢坦言，中美衝突局勢嘅發展比佢預期中更劇烈，但香港並未因為咁遭受毀滅性打擊，反而可能從中獲益。佢認為喺全球大國博弈下，香港作為中國接軌國際金融最重要、最獨特嘅視窗，其戰略作用反而更加突顯。羅奇畢竟係個專業人士，敢於及時糾正自己嘅錯誤結論。係啊，香港之所以能夠撼動瑞士100年嚟嘅財富管理王座，首要原因在於其穩定與安全。呢種穩定與安全當然要歸功於國力強大，以及中央政府對香港正確治理，使得香港可以憑藉一國兩制嘅制度優勢，以自由開放嘅市場環境、穩健嘅銀行體系以及可靠嘅聯繫匯率制度，為全球投資者提供咗一個極具吸引力嘅避風港。毫無疑問嘅，全球地緣政治局勢動盪不安，貿易壁壘與關稅政策嘅不確定性加劇咗國際資本嘅避險情緒，香港亦自然成為首選之地。另一種回答係唔會，因為佢哋唔會睇、唔願意睇，亦唔會傳播呢個新聞，或者佢哋會一直生活喺自己固化嘅世界裏邊，叫都叫唔醒，又或者佢哋係怕改變自己嘅睇法，會失去被利用嘅價值。唔理答案係會定唔會，香港都要堅定信心，走自己嘅路。唯有咁樣，香港先可以喺近期收穫唔少優秀指標。除咗成為全球第一跨境財管中心外，今年首季經濟增長亦表現強勁。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話：香港經濟喺第一季強勁擴張，按年增長5.9%，係近5年嚟最強嘅經濟增長。經季節性調整後，按季上升2.9%。經濟活動唔止持續擴張，仲明顯加速。香港政府同社會各界應該借住呢個東風乘勢而上，堅持不懈，推進各項改革創新措施嘅落實，建設更加完善嘅經濟金融制度，對照國家15.5規劃，及時出台香港首個5年規劃，為保持香港繁榮穩定，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努力拼搏。